你是客山，你是辛苦状元刘客山，我捌听人讲过啊。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我一定爱死。我无囝，我无厝，是一个孤苦的老大人。你若定救我的性命，我必须爱报答你救命之恩。我太人，我应该爱接受我应得的罪。你为何杀人？为要挽救小姐的幸福，我才会杀死迄个重视欺人的恶徒。恶徒自有王法制裁啊！想万，我袂用的目睭金金，看一个恶徒强迫陆你成亲，听线是对好的姻缘。我无讲一切去杀人。只要我温柔的查某囝若会当幸福，我就是死，我心愿已尽。阿姆说讲的，你明白无？我明白，也搁伊错了。杜社强是刑部上司的囝儿，几乎曾经受处教官的。伊认为讲杜社强是年轻力壮的少年人，并非是一位年迈的老妇人能所杀。这其中必有巧气，若非另有方向，就是替人担罪。这。伯父，请你将杀人的经过详细甲我讲一遍。我唔知，我啥物都拢唔知。阿爹，你别个隐瞒，你爱将杀人的经过甲客山讲啊！阿爹，你知影朱平阿姆是啥物人？伊是客山的老母呢。这我知影。你是安怎会知影？伊甲我讲的，伊杀死杜社强了，甲我讲的。是阿姆一个人杀死杜社强的是？切！阿姆伊是一个年迈的老妇人，要哪有可能杀死杜社强呢？水春，莫非你怀疑阿爹？我伯父，水春毋是这个意思。水春，我认为真有可能是王志平所杀的，因为曾经捌杀死亲父。王法是光明正大，绝对袂冤枉好人，也绝对袂放纵犯罪人。伯父，客山故事。好。阿爹，你是安怎会爱将杀人的经过讲出来？敢讲阿姆伊杀死杜社强的时阵，你无在场，你无看见什？这。阿爹，虽然阿姆伊伫咧关押内口口声声认罪，也毋过杜社强的老爸，伊却认为另有方向，或者是替人担罪。阿爹，到迄个时阵，你就爱到公堂去作证，你知无？阿爹，这件案件毋是凶嫌认罪就会了结的。水春，你认为
子平也无可能刣死大社长。我是感觉暗暝无像一个杀人的凶手。对，人毋是刣，人是我刣。丽莎，你什么时阵来？我等来一下，我看你一个人戆戆等下伫咧想啥物，而且你拄则我伫咧叫玉文，你看你咧，钓鱼的人连迄个鱼竿，互鱼仔拖落去你也毋知影，无你是咧钓啥物鱼？雨伞。我心袂退温，青山无写高成分，放我一切不归文，予伊难忘花摇文。有文待我有亲恩，是我的记录提君。世人言灵无情分，叫我绝不念旧文。你甲摇文情意真，一来你是修炼，两家情人结真真，何必为情了自心？三，我知影你这段日子真苦闷，因为你期望10几年的小弟已经高中啊，你想要看伊衣锦用归转来的威风，也毋过你考虑到客山的面子，你毋敢转去看，家己咪等在遮伫咧受苦。嘛是认为你伫咧受苦。但是我也袂感觉我安尼伫咧受苦，顶到我感觉我足快乐。丽莎，也毋过，我每一日会当甲我所爱的人形影不离，日夜相随，这敢毋是人生最快乐的代志？也毋过，我知影你甲我无男女之爱，也毋过，我爱你的心是永远的，爱也无一定爱结合啊啦，就敢若亲像你甲玉文共款啊。
袂了解查某人的心理。一个查某人，若是会当甲伊所爱的人斗阵，每一工，若是讲为伊做代志，事后伊嘛感觉伊足满足的呢。虽然讲咱两个中间毋是翁仔某，也毋过就像我甲你来踮在即个草帽内面，每一工为你煮饭洗衫。虽然除了无甲你共床里面以外，甲翁仔某中间也无啥物款的差别啦，但是我感觉我安尼实在足快乐的。何三，你是咧笑啥啦？我刘后山又搁加欠一个女人的感情。嘿，阿姐来，阿姐来来，休困者，休困者，来来，休困，啉一个茶哩。哦，来坐，来坐，来。哇，拄啊，水大，好，食着哇！啊，你是去城内补的是无？啊，安怎？阿哥，最近城内发生代志，你敢知影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嘿，伊个都曲老爷因兜啊，有一个阿婆啦，去杀死人啊！伊杀死迄个人哦，毋是小可人物，你知毋知啊？刑部上司的后生啦，听人伫讲个，讲即个阿婆啊，18年前啊，去杀死因翁啦，最近哦，才伫家路内向放出来尔。迄个啥物人你敢知影？啥物人？就是啊，新科状元刘克三，哎呦，因老母呢？刘克三，刘克三敢是即个杀手刘和三的小弟啊啦？对啊。敢我同听人伫咧讲哦，因老母去跳河自杀啦，安怎？对啊，伊就叫曲老爷甲救起来啦。哎呦，真惨哦，真惨哦！这曲老爷哦，就是啊新科状元刘克三的未来丈人爸啦。哇，当安尼趣味安哦？这个状元爷的老母杀死人，迄状元爷头壳都冒咧洗。医生，你来调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倒来去对上，创啊！阮老母杀死人。无亲杀的，是自己承认，伊也家己走去关衙投案，有啥物证据？证据是有一支刀，你确定是母亲杀的？杀的动机何在？动机是有，只是伊哪有能力去杀死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？这就值得可疑咯。何三、K 三，敢会是恁的兄弟也无爱认伊，所以伊老大人才想野势，做恁伊家己杀人？如果若真是安尼死，伊安尼死，敢毋是死得足可怜的？客三，你记的为官啊，在朝廷是
思是爱查出真凭实证。敢讲你认为安尼是冤枉的心？敢讲你认为安尼是杀人的？其实你是朝廷的命官，就有责任为人民的伸冤。有疑问，你爱查一个真相。你知影？我知。嘿，我的师傅啊，哎哟，你终于转来啊！你敢知影讲你无伫镇上这段期间哦，发生偌尼这个代志，你知影？知影，就是为这代志倒转。嘿，哦，人这拄仔才发生的，你毋知影？哎呀，这我讲倒好。听讲你要退出江湖吼，迄个姓寿的小囝吼，过来咧找麻烦呢。小龙，嘿啊，哦，要安怎都好，伊即马搁去花卡咧举代志咧乱啊呢，强强逼花玉文都爱嫁伊，就害啦！迄个花玲珑哦，讲我毋是个对手啊啦，安尼要安怎啊？就是哦。哎呦喂啊！你敢是已经宣布退出江湖？你有去管这件代志的？这毋是样事。小龙，对玉文，这是由我引起的。你安尼做，也是刚刚为了你花玉文。为花玉文，这是应该的。哎呀，你袂用阁杀人，你袂用阁以前共款。哎呀，你爱忍，你袂用阁小弟为难啊！哎呀，这是小弟唯一的要求。其实，以前我为着你，什么都会晓做，现在也是同款为着你，什么我都会晓忍的。哎呀！当初时是你家己亲嘴答应，将你小妹嫁予我，安怎？你即摆咧后悔啊？秀龙，你太卑鄙了！当初我无答应你。哼，你无答应，也毋过恁大兄答应。吹死！快车！刘虎山，将玉文咬放。哼，刘虎山，你也想要来干涉阮翁仔某的家务事是？对。哼，刘虎山。你已经宣布退出这个江湖，你当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敢毋是一个春女怨女的小人哦？刘虎山言出必行，也若安尼，为什么要过来干涉我的营事？这毋是营事，这件代志是由我而起，应该人也是爱我来收场。也毋过，我甲玉文的婚事，这是花玲珑答应。当初我不应该要来利用小龙对付你刘后生，才会有今仔日。安怎？反悔小慢啊啦！将玉文放。小龙，你若将伊放开，从此毋通过来这花家找伊花玲珑的麻烦。你爱我安怎样做，我就去答应你。也我若是爱你的命呢，会用的。哦，你是想讲要家己了断？你将玉文放开，放开，哼！我袂去动了你的计。我刘三是阮的小儿媳。好，我
我嘛无必要讲叫你家己着爱了断，但是我爱你从今以后莫搁再使用剑，我自然就袂搁再去找花玲芳的麻烦。我加强这个手会。